后来继续来看台湾新冠病毒的疫情，虽然得到控制，但不过即摆上惊是秋冬也有另外一波的高峰，所以相关的单位加速度咧研发着疫苗。台大感染科的医师黄立民嘛带领着台大的团队咧研发着喷片型的疫苗。这种的疫苗甲注射型的无共款，是为咱的鼻孔的黏膜先来产生着抗体。 使用了后，其他部分的黏膜嘛会来产生着抗体，来对抗着入侵的病毒。今年的10月，就会当进入临床来试验咯。注入体内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即嘛是全世界各国拍拼的目标。不过，即嘛除了用做的以外，台大感染科医师黄立民带台大团队，今年4月份嘛开始研究喷伫片仔内面的疫苗，估计上紧10月份就使进入临床的试验。 所以病毒进来的位置就是眼睛、鼻子、嘴巴哦。那病毒进来的时候呢，其实当地就有一些军队要跟它对抗，这个叫黏膜免疫。黏膜疫苗的原理就是，我在病毒进来的地方就准备一支军队等它。 哦，那这支军队呢，就能在当地把病毒杀死。黄立民讲，这个黏膜是第一线接触病毒所在，用这款喷伫片仔内面的疫苗了，所有黏膜包括目睭、鼻孔内面，拢会产生抗体。因为即马研究最大的困难就是无好的辅助剂。佐剂的目的就是帮你产生去刺激免疫反应。目前我们有的佐剂都是刺激中央的，比较少刺激旁边末端的。 除了喷伫片仔这款疫苗，台湾的疫苗厂商嘛，伫赶工8月份就要进入人体试验，上紧估计明年的过年就使上市。大概是60-70个人，第一期主要是证明它是安全的。世界卫生组织嘛讲，即马疫苗开发进度真好，估计2012年初就会使开始使用。即马世界各国拢赶紧咧研究，就是希望讲下一波疫情来时，大家拢会使平安度过。